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美丽南方普兴园，现在我们要到葡萄园里面去看看。大家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吗？那就请跟随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。Hello，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葡萄园，摘葡萄吃烧烤，我来了。这次跟我一起来的还有卡麦尔的朋友苏蕊。Hello。Alright, here we are at the beautiful southern. 一下他就过来了。你们这里拍见了？哇，这个可以。哇，You wanna eat some fish? Yumm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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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ummy in my tummy. 真好玩，我剪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尝试剪枝，给葡萄剪下来。好。这草莓在哪里啊？摘个把没事。哪个摘呢？可以摘的，可以摘吗？可以。你看到有熟的就可以摘了，直接摘，对，直接吃。葡萄下面还种了草莓，然后呢，真的很大颗，很好看。好不好吃呢？还没洗过，不能吃。你们去找大哥。这个品种是我们的夏黑一个品种，也叫黑提。因为现在这一批果呢是我们的冬果，它的果粒还有串形会比夏天的果要稍微小一些。比如夏天的果可能我们会这么长一串，30公分，但这是冬果，可能只有20公分不到。像这串果，我们白色这层啊是它自然的果粉。每一个品种的葡萄它都会有一层自然的果粉。现在是一个葡萄，甜甜的，非常好吃。进葡萄园的意外收获。这是刚刚从园区里摘出来的草莓，现在我要尝一下它的味道，非常好吃。